我叫邱业明，是一名高3学生。一条神秘的短信让我参加了灵魂体验游戏《疯狂刺客》。懈怠是一种慢性死亡，慢慢地偷走我们的时间。游戏越发刺激而有趣。第2关沙柳行动，时不我待。欧巴，你想我了？当然是了，我想你帮我一个忙，你一定会答应，对不对？帮！欧巴，你说什么我都帮。我有一物想要给你。给我？欧巴，你对我太好了。哎，给你，然后你再帮我呈给柳先生。我这样帮你，欧巴你怎么谢我呀？刚刚你不是说什么都愿意帮我吗？放心，事成之后，我一定不会亏待你。不行，条件没谈好，其他东西都不用说了。你先帮我一下嘛，以后你需要什么东西，我都答应你。不行，亲兄弟还没算账呢。事成之后，今晚他是你的。那还差不多。好吧，那你赶快帮我送进去吧。不行，大姐，你又想怎么样啊？时机未到，先生正在屋内会客呢，大人物来着，我们不敢进去打扰的。大人物是谁呀？太子妃呀，房姬。太子妃房姬。国君一日不在位，别说百姓惶惶不可终日，就连朝野也不得安宁。而今二王爷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，朝中佞臣更是争相巴结。日月星辰皆有所依，阴阳五行必有定律。太子妃不必太担心，天命难违，龙之子必将复位。只可惜朝中人才凋零，只得先生一人能够辅政。得以皇恩浩荡，老夫仍安生至今，必定全力以赴，也不负我柳家3代忠烈之名。只是无奈。无奈什么？霍将军在护送密函的途中遭遇行刺，已驾鹤西去。可知何人所为？老夫正在调查当中，兴许阴谋的主导者正是此举的最大受益者。先生可是意指二王爷？老夫只是猜测，不敢断言。行刺之真相，还有望先生明察之。王爷狼虎之心已昭然若揭，先生行事必要多加小心。
光凭抓住老虎的利爪，恐怕还无法逾越高墙。龙之子复位之事，兴许需要某些人牺牲自己，成为血与肉，方可庇护劳民百姓。先生之意，房基明了。急什么呀？你怕漫漫长夜不够你玩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快去吧，来帮我送过去，快！柳先生。来，什么情况啊？我的药不可能这么快就生效。怎么回事？志聪哥，我们赶紧去看一下吧。啊，好。死了？不是吗？毒药都还没吃，我们也还没动手，怎么就死了呢？说，是不是你们谁又偷偷去抢功劳了？哎，这种事只有你干得出来吧5位疯狂刺客，恭喜你们进入下一关。哎，不是要我们刺杀他的吗？现在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死的，也算我们的吗？这样不劳而获不太好吧？我虽是个学生，但我还是懂点江湖规矩。唉，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美，念力太强，还没下药就生效了？总之，现在柳先生死了，你们就算过关了。哈哈哈哈！天助我也！但是，因为不是你们完成的任务，所以每人掉1滴血。什么游戏规则啊？天要亡我呀！恭喜你们进入第3关，刺杀太子妃房姬。太子妃，这什么破游戏？别玩了，别玩了！我们要再找不到太子妃，我们就真的要完了。这太子妃是谁呀？元宝，你忘了？我们刚才找柳先生的时候，丫鬟不是说她正在见太子妃房姬吗？所以说，我们要找的太子妃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个太子妃。那还等什么？追啊！追你个大头鬼啊！你忘记我之前跟你说什么来着吗？柳先生是太子妃的亲信，太子妃前脚刚走，柳先生后脚就死了。
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？像柳先生这么一个大坏蛋都能无端端死掉，能够杀死那么一个大坏人的这个杀手一定不简单。这个什么，这个芳菲呀，还是芳菲来着？房姬，有点文化好不好？哎，管他芳姬还是什么姬，反正这只鸡肯定不是普通 NPC。太子妃刚走，柳先生就死了，这里面一定有问题。我们不如先去看一下柳先生，说不定还能从他身上找出什么线索来。我们把它翻过来吧。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。咦，不想看到他这张脸，还是盖上吧。喂！你插那么狠呐？哪怕现在柳先生死了，都会疼得活过来呀！凌晨，你这是干嘛呀？看一下柳先生是不是中毒呀？电视剧里不是都这么演的吗？哎，这真没变黑，那看来柳先生不是中毒死的。凌晨姐啊，这又不是银针，哪能验毒呢？哎，怎么样？有伤口吗？没有明显外伤，看来是被暗器所伤。不过他身上怎么那么多微小的小孔啊？这难道是中了什么暗器啊？三哥，你真是太可爱了。这暗器不就是刚才夏凌晨的暴雨梨花针喽？哦，哎，我哪有那么暴力？我很温柔的好不好？哎！我看柳先生左手上有红色5星印记，这是不是什么暗器在手上留下的疤痕？三根哥，这不是疤痕，这是胎记，我也有一个。笑死我了，三根，你还是去旁边冲杯咖啡休息一下吧。哇，原来这柳先生也有5星之命。5星之命？电视剧上不是都这么说的吗？叫什么脚踩7星，天生帝王命。想必5星也一定有什么含义吧？你们一个个中毒太深了。元宝，没想到你这癖好是，我接受不了啊！元宝，你在干嘛？这是不是儿童不宜呀？他是光着脚的。啊？咦，你好污啊！元宝，你不怕他有毒啊？哎，这脚没有外伤，也没有发紫，应该不是中毒，所以我猜，会不会是被人点的死穴呀？拜托你们少看点那些鸡汤养生电视节目，还是什么狗屁野史好吗？哪有死穴这玩意儿啊？原来电视剧上说的死穴是没有的。凌晨姐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肯定没有啊。那我们否定了那么多的可能性，那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？你说说。哦，有了，我们案件重演。你演太子妃，你演柳先生，你演霍将军，你站在我身旁 ，Action！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柳先生偷偷摸摸地来到了银安殿，会见太子妃。只见屏风后面依稀透着雪白的，不是身体，而是白色的帘子。
太子妃从帘子后走了出来，突然梨花带泪，请求柳先生为他的夫君太子刺杀一直想要夺位的二王爷。柳先生经受不住太子妃的诱惑，对太子的深情厚谊，答应帮助他，于是请出了驰骋沙场多年的霍将军。然而，一个见惯大场面的将军，却不见得能做这些偷鸡摸狗的勾当。不对，是忍辱负重的细致活。多次刺杀二王爷都未能得逞，柳先生觉得自己辜负了太子妃的托付，又觉得国中无主，朝廷日渐混乱，自感压力山大，于是顿生轻生念头，一口就闷下了一瓶鹤顶红。喝鹤顶红会七孔流血的。不是七步断肠草。你看，他倒下的位置离门口就7步，一定是这样子。所以说，柳先生是玻璃心碎，自杀了。谢谢各位，此案已结，打道回府。走了，走。走喽。哎，好像有哪里不对。我们不是来查太子妃房间的线索吗？怎么研究起柳先生的死因了？娘娘，刚下人来报，柳先生在其府中死了。什么？是的，娘娘，大夫去了府里，确定死了。是何人所为？听闻没有外人刺杀，就柳先生一人倒闭在房间里。如今太子还在幽兰谷，想着还有柳先生可以出手相助。娘娘，您觉得这柳先生是为何而去？而今世道混乱，民心动摇。我之前曾托付柳先生，柳先生受我重托，想必是承受了太多的压力，未能及时排解，才会走入绝境。难怪柳先生昨夜说，国家需要某些人牺牲自己，成为血与肉，挥洒在这片土地上，以此庇护劳民百姓。或许柳先生已不想再掺杂在世间的纷纷扰扰，这般西去，也是想保留自己生命最后的一片安宁。这样的结果，对他而言，未尝不是最好。哇靠！这是个什么游戏呀？连个 NPC 都没有，也太粗糙了吧！以我多年宅男经验，这么朴素的游戏也找不出第二个了吧？我比较在意的是，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能够换一套衣服吗？每次都是这一套衣服，起码在人家完成任务之后，可以给我们金币买衣服道具，这还差不多。谁在意你穿什么？我在意呀，每次都是这一套衣服，自拍也是，还算是合格的网红吗？连 NPC 都没有，服装道具这种东西还是自个儿准备吧。好了，为了奖金，服装道具都无所谓，光着身子也得玩啊。
帅哥耶！走走。哇，强壮的臂弯，这应该是游戏里最帅的 NPC 吧？不行，赶紧拍照。哎，弟弟，过来，快点，过来，帮姐姐拍张照啊！拍多几张，360度，无死角，全方位。嘿，之前传闻江湖中有5位奇人异士，随身携带秘密武器，嘿，武功高强，行事诡异。嘿，哎，这道光看似有玄机，难道是传说中的吸魂大法？那好点啊！我已经被吸了魂魄了吗？不行，让我动动手指头试试。还好。哎，弟，快抓拍，他笑了。我们换个地方拍，走。哎，姐，你不是说赶时间吗？多慢，等待是最长的陪伴。我告诉自己不要心慌，未来路还长。城市在摇晃，让人天旋地转，不知身在何方。想要的答案，原来在自己的心房。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记得你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天各一方，不诉离殇，怪时间太匆忙。我曾说过，不见不散，不是不忘。直到天地都反常，就算世界都变样，夜色苍茫，我还在老地方。